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牵涉强劫案的洪雷教练罗志贤去互中共吸收，伫咧台湾接触官兵法典组织，依照国安法判刑10年6个月。台湾成年人大考比例有变悬，有团体呼吁讲爱交有糖的饮料扣税，国检署讲暂时未考虑，不过无糖的可能会来免扣会不税。台北市连续几日间温度超过36度，气象署发布柑仔色的警戒警告，今年热天是头一届启动热浪预警机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牵涉到强劫案的洪雷教练罗志贤去互中共接收去，伫咧台湾接触现役含退役的军事官兵，而且法典组织伊也伫咧侦测阶段就认罪。台北地方法院呢，今日依照国安法定罪来改判刑10年6个月。另外，共款互吸收器，还有艺人郭书瑶小弟郭碧玲是判刑3年10个月。涉入中国间谍争议的罗志贤，防指控去中国参详商业表演，受中国政治单位吸收，涉嫌伫台湾发展组织。台北地院3早按照国安法定罪行，一审判10年半。罗志贤呢是在台湾发展组织的主导者，位居重要核心的关键地位，更借以开拓军中人脉，发展对台情报工作组织。互对方收买伊已经自闭佮认罪，合议中认为讲，伊借真侪位现役退役的军人，因军中的人面收买现役军职，也有海巡人员，也去收民间人士，累计有12人加入组织，个人交出军事文件。请问一下，对今天的这个判刑结果，防去收的军人佮海巡分别是判4年4个月到6年等等的刑期。也若参与专案的，佮有艺人郭书瑶的小弟郭碧玲等人，承认有借口座收中国资金，不过否定有协助扫军中的文件等等的代志，一审判3年10个月。怎么会涉及国安法？靠郭碧玲伫交稿进前无得到回应。郭书瑶的经纪公司是讲，一切交由相关的单位处理，无加讲话。也若共款互指控收中国资金，伫台湾动员真正抗议的共和党主席周克奇、保险共享会常务理事潘进东等人，3早是依照反渗透法判1年到2年。对民进党的政策有意见，所以我们去抗议啊！但是呢，跟这个中共是扯不上关系的。什么中共资助我们只有1万块钱的，没有这回事啦。专案发生伫2022年9合一大选进前，周克奇等人伫世界民主运动大会现场造势抗议，否认着是受中国指示，不过以法院网讲会上诉。从高阶将领、中阶军官，现在到士官兵了，那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警惕的。他也可以从这士官兵了解部队的士气，尤其是抗敌意志，这也是目前中共最想知道的。专家分析讲，对谈判来黑警阻挡，军中内部的管控，还有反抗敌人意识，拢需要全面的强化甲提升。国际新闻采访报道。陆委会要求中国配偶就要提供失去原籍证明的补件申请，今日到期啊，到达个超过2000个中国配偶也未甲政府联络。移民署强调讲，只要有这愿意处理的态度，就被注销因的户籍。陆委会也强调，目前是无按最后的期限。中国配偶报告丧失原籍证明申请到6月30为止，陆委会副主委林文杰一日把公开统计数字，已经交证明文件有5534人，经过移民署同意估计，延期人已经有2572人，长期住伫海外还未回国人有1803人，还未甲政府联络的人有2237人。基本上，目前为止还没有联系到的2000名的陆配的部分。只要他展现出这个他愿意去处理的意愿跟行动，那对于注销户籍这种重大的事件，我们不会尽予去做处理。我们目前是并没有设定一个这个最后的期限，确实还有一些真的是联络不到的人，那我们会透过地方政府、户政机关和警政机关，然后想办法把人找到。移民署也强调，这4年的中国配偶有可能是伫台湾无生囡仔，属于年岁较大、高脑弱势，或者是有自身落差。会尽一切力量，包含透过健保资料，或者是公单位找找到了后，脑展现以原处理的态度，原则上都袂负直接注销户籍。
那我觉得一开始政府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要先沟通、积极辅导的方式去做这个，而不是用这种强烈的手段。当然，这是我期待这些政府在做这些政策上面能够更关怀一下这些铁路。中国配偶团体是建议多借事关重大，移民署或者是陆委会处理相关事项，应该爱加一寡谨慎。希望未来政府推动相关政策，应该先甲民团沟通，找出适合的解决方式，用积极辅导的方式，唔是强硬手段，避免一开始造成落差，才袂互因心惊吓。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是一直不减弱的。美国的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是认为，真侪国家拢伫咧监控台海，中共真歹进行下水合作战。另外，咱的总统赖清德今仔日主持将官进任授阶典礼时阵，强调7月是国家团结月，希望透过汉光演习，向全世界展现台湾自我防卫决心。总统赖清德30主持将官进任授阶典礼，强调面对多变的国际局势，加调整威胁会加紧国防改革脚步，建立有效捍卫国家主权、民主自由会当瓦靠的战略。今年7月是我们的国家团结月，我希望透过汉光演习和陈顿润信演习的验证，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和能力。面对中国军事威胁、加台海紧张情势，除了台湾继续强化国防力量，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分析，在多国无停止监控台海情况之下，中国真歹执行跨水合作战。We're talking about an adversary that has to cross an 80-mile wet gap that's being watched by an unblinking eye, multiple countries working together again to deter them from that activity. 专家分析，包括美国、日本等国伫强军可能犯台相关情报上，会甲台湾共享，将按中国可能攻台的调头，及时应用一定程度上达到吓阻强军的效果。透过比如说雷达或影像情报卫星啊，甚至所谓的外离岛的监听站哈，来监听哈地面上部队有没有集结。那其实取得这一点点的预警时间来讲，对我们国军的生存哦是会有所帮助的。因为全面防空演习7月15开始，陆续伫中部、南部、北部、东部甲离岛实施。内政部公布防空避难指引，说明避难位置的选择、防护姿势甲行动指引等3大面向。当防空警报响起，民众应该爱优先进入地下室，也是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若面对爆炸威胁，应该爱随拍落去，搁保护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根据这国健署资料显示，台湾成年人体重相当含大块的比率已经超过50%了。愈来愈侪人有这代谢症候群含糖尿病等等的问题。对民间团体呼吁讲，爱甲这有糖的饮料扣税。不过国健署强调暂时未考虑，不过会配合这废物税条例修正，互无糖的饮料免扣废物税。请问甜度冰块呢？最近天气真热，不少人真爱啉冰凉的手摇茶饮料透心凉。也毋过为了提升民众健康意识，未来可能会针对含糖饮料扣税。对此民众的看法真不同。某方面来讲不赞同，因为可能偶尔还是会想吃一些甜。我会选择无糖的。因为它喝起来比较健康。增加这个糖税的话，那相对会增加到饮料的成本，那有可能就是售价端就会提高。那我们是觉得这样是不太合理。根据国健署资料显示，2024年成年人过重还是大块的比率已经达到50.8%，有1/3以上的成年人得到代谢症候群，造成糖尿病盛行率逐年增加。理解认为，除了基因遗传，也跟民众爱啉含糖饮料有关系。临床观察来看，其实糖尿病的病人年轻化，其实很多的是运动不足，含糖饮料喝得多。台湾健康联盟是公布最新调查，有达到73%的民众支持政府比较英国、泰国、墨西哥等国，针对含糖饮料扣糖管还是糖税，阻止含糖饮料过度消费。我们调查中支持糖捐的比例略高于糖税，但两者都支持的比例也不相上下。所以我们认为重点应该是回归健康。目前是
没有考虑要推动这个相关的税捐，在推动这个无糖饮料的这个免货物税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就一起配合。民间团体呼吁政府，无论是无糖减税，还是含糖加价，拢会当伫政治讨论，将税收投入健保资源，还是健康教育中。国建署是回应强调，暂时无考虑糖管还是糖税，也毋过会配合货物税条例修正，互无加糖的饮料免扣货物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这几天确实是真热，亲像台北市连续几多天温度拢超过36度。气象署也发布甘蔗色的警戒灯号，今年热天呢是头一届启动热浪的预警机制。台北市10个局处呢也要启动应变措施，亲像环保局就出动这大水车执行车路降温。另外，伫咧台北市呢有740个路口车红灯，平均速度红灯21秒，要让这骑奥多拜和行路的民众唔免等上久。日头赤炎炎，全台是小忽，30全台上悬温是伫新北三甲的37.4度，彰化花坛是37.2度，台北的社下也升到37.1度。到下晡，气象署也继续对台北市、新北市甲彰化县发布甘蔗色灯号，引发台北市的这天气真热有警记者。气温动不动飙到36度，记者现在所在的这个路口，红绿灯最久有200秒，暑假期间离峰时段直接减少50秒钟。台北市10个局处启动应变计划，目标是让市民体感降2度，包含台北市9工处。考虑休热时路的车较少，设定全台北市740个路口7、8个期间，早时11点到下晡2点，车红灯等待时间是减少平均21秒。OK 啊，因为这等太久了。等太久会很热。它还有一个行人专用的。真的很热，因为天气比较热一点，如果说可以缩短的话，这样可能流量在安排上会比较好。环保局也出动野水车用回收水来转路，尽量降温。另外，也有公园处绿地草埔压水，社会局独机老大人关怀服务，卫生局甲市场处加强大头集中场所食品安全宣导，降低高温所带来看不到的危害。我们市府从105年开始，总共就有建立这个热浪预警的机制。那在去年1整年，我们总共启动了33次洒水的范围，包含了重要的干道，像忠孝东西路啊，那总共洒水的里程有2300多公里。根据卫福部统计，6月到29为止，全国已经有624人次因为热伤害就医，平均每天有20外人落到入病院。那市府用心来降温，民众也一定要小心热伤害，防止掉山。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公布轿车早日做指引，建议这头前玻璃通光率上部爱到70%以上。若头前2边的这车门顶头的玻璃呢是爱到40%。若是这计程车呢后边2边的窗啊，还有后斗的玻璃，也要爱40%以上。将隔热纸高温塑形了后，裁减适合寸手，刷来个清洁车窗，开始施工打隔热纸。为了加强驾驶行车时辨识甲操作安全，交通部公布汽车车窗甲挡风玻璃打隔热纸使用指引，以车辆比条做主要分别。一般车建议前挡打下当见光透过率70%以上，前侧窗40%以上的隔热纸；计程车时后车窗甲后挡窗拢是40%以上的隔热纸，目前是参考建议。115年了后，新车会强制纳管，也有罚则。它是一个这个宣导哦，也是增加国人对于这个粘贴隔热纸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建议哈。那目前大概规划就是明年那这个交通部还会再另行公告实施的时间点那会从这个新车开始来执行。公路局表示，为了协助民众确认隔热纸符合建议，已经请隔热纸业者将产品送检，符合标准产品会公布伫监理服务网业者表示，保证民众惯习使用的大部分拢是40%左右的隔热纸。新规定是为了增进交通安全，虽然还未强制实施，已经有人直接打70%的隔热纸。一样的 CP 值，一样的价位，但是只是说你的隔热效果变成是最透的，所以就是会最差的那个阶级，就是会隔热效果会差一点。配合政府的美意啊，因为毕竟生命还是比隔热重要。现在他先推出一个指引那指引里面有说大家应该要怎么做，那这个时间就是明天可以准备的时间。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路检法规搁进一步，要毋过目前新制无追究以往无法规范旧车，也希望会当设置落地条款，一步一步推动隔热纸透光全面提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讲到今日暗头5点的时阵呢，这新竹县北部历史界休闲农场头前第3线79公里的所在，有一台游览车并车，这警消和救护车拢总派6台车13人去抢救。这警消警官接到报案了后，就讲现场是这游览车和一台乌色轿车相压出来并车。消防警官抢救了后，发现讲这游览车内面干那查甫的驾驶和查某的副驾驶。这副驾驶意识真清楚，送到得当的迎民病院救治。那另外一个查甫的游览车司机救出来时阵，就已经无喘气心跳啊，赶紧送到得当的台大病院抢救。同款是新竹县的五峰乡上坪溪，防列做是危险水域，是袂当去遐耍水的。不过自旧呢，数7个民众去到遐泛舟过船啊，数一个38岁姓廖的查甫人，伊来并船，虽然又想要爬起来，不过人陷船已经崩溃，人就互这暗流输入去，找到时阵已经渡水死亡。先把人放在船上绑好，然后往下游，因为这边都是开阔地形。上去都是急流，然后38岁姓廖查某人，发现时已经失去喘气心跳，因为事故地点地势较危险，救援较无简单。消防分队也增加调派合力驾驶所进行搬运作业。控制方向就好了啊！救援过程现场也落大雨，救援人员游玩专业病，最后总算将查某人刷到普通道路，交予警方家属处理。该名溺者为进入到急流区域后。翻覆，尝试3次自救未果，而后人舟分离，遭水下开口吸入。30分钟后，在下方300公尺后找到溺者。根据了解，38岁姓廖查甫人离岛甲其他6位朋友到新竹五湖乡上坪溪去泛舟活动，一家人为五湖乡青蛇部落落水出发，有计要伫和平部落天线桥上岸，全程大约9公里。过程中，查甫人捌3摆想要自救，也是互暗流吸入去。救生衣的浮力很大。它一定要有外力，可能就是机动艇，或是说有拿一个可以达到那个这个弱者的身上，然后让他攀住，然后再给他拉出来。因为上坪溪已经封地级，新竹县内危险水域游客活动禁止开设，专家呼吁民众进行水上活动一定要找合法合格水域。进行水上活动进前，也要向地方政府申请，万一发生事故，才会当紧急救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在4年前，这中华交友大楼发生火灾，造成3位民众不幸过往，由一个消防警官陈志鹏来殉职。陈志鹏的亲人争取在个殉职地点采纪念碑，这块永保平安的纪念碑呢，在今仔日采在个彰化车头前的广场。众人伫纪念碑头前哀悼，对4年前殉职的消防员陈志鹏。2021年6月30日，中华交友大楼的防疫旅馆发生火烧，造成3位民众过身，1位消防员殉职的悲剧。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甲殉职消防员的家属，就来发起立纪念碑的活动，透过彰化市公所提供场地，甲这座永保平安的纪念碑采伫彰化火车头前。这个碑它可以立起来，我觉得我们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以家属的心境来说，我们会希望说未来这件事是可以就是避免的。但如果它能够一直不断的慢慢的进步，那当然是是最好的这样。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表示，交友大楼是消防法4名3权入法，实际执行调查权的案件。调查报告明确点出消防、建筑管理等相关的制度有欠点，是真有指标性的案件。这阵交友大楼已经拆掉，希望透过纪念碑，让众人会记得这件火灾事故的教训。我们把碑文、把碑的意象，还有最重要的调查报告的本文，给立在了彰化火车站面前，让世人可以不断的记得这个真相。只有记得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去行动、去改变。消促会表示，为2014年到达，全台湾有46位消防员殉职，希望透过这个由民间发起的永保平安纪念碑，让政府单位会当真正重视公共安全甲消防权益，迈向消防改革，只是咧画口号。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来看南投这刑警大队去年5月，伫咧中寮山区抓到制造3级毒品的工厂，当场查扣180公斤的毒品，也抓到3个做毒品的嫌犯。也因为这个工厂的土地呢是国有地，也查到非法甲土地租予工厂的嫌犯和报案进驻。
警方将查甫人押解，后来佫连续抓2个人，因的身份是负责做毒品的嫌犯。人头地检署规个，经济资料对吧？南投县刑大院警去年5月伫中寮一个偏僻山区，查到一个贩毒集团掠3个制毒嫌犯，因讲是受集团请的。制作俗称“喵喵”的第3级毒品，当场查扣毒品成品加半成品180公斤。于本辖中寮乡山区破获一处以制造第3级毒品“喵喵”毒品工厂，3名制毒师当场落亡。警方也查出这个工寮是由一个姓杨的金主向姓张的地主租的。今年3月成立，姓杨的金主率去5月掠非法租土地予制毒集团的姓张的地主，查扣税处契约书这证据。警方甲高山署人员去会勘，确定这工寮范围拢是国有土地，列为山坡地保育区，是农牧用地，依法免凊彩开发或者是营利。常年非法占用国有山坡保育地。私铺道路、搭建铁皮屋，并暗中出租给制毒集团牟利。县长的地主用每个月6000块计数将国有土地数字说服犯罪集团牟利。虽然伊讲加制毒集团无熟悉，暗过警方信号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刑法窃盗罪等罪，移送检方侦办。3个制毒的人甲姓杨金主目前已经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5，这台票换美金有落，今仔又再变动，这盘中升超过1角。不过收盘进前呢，央行有出手，予台票对升变做是落，收伫咧29.902块，落7.22角。另外，有风声讲，央行若要查弄这汇率空胖的人以外，也要来查讲这外资的金流。新台票对美金汇率搁再出现真大变动，看一下30，新台票对美金的表现，开盘是29.16是升值的，盘中价格来到29.048，升超过1角。不过，伫收盘前1点钟，央行搁再出手，新台票收伫29.902，贬值7角2分2，差不多得要重回30块的关卡。回稳人士讲，各上市贵公司佮算半年报，拢是看30会计，有期央行的净利就伫咧29块遮。央行最近呢是透过行政的干预了来想要缓和新台币的升值的那个压力，这个效果短期内可能会有了，除非说民众的预期心理能够真的把它给消除掉，不然呢这个压力应该是还是会持续的。全球的美元指数没有在持续的弱势的话，那接下来台币呢，就可能呢，在这边呢开始逐步的做筑底了。就算看到28字头呢，看起来呢升值的幅度跟力道呢，可能就会开始减缓。根据了解，央行除了出手缩减大型出口商每天换外币额度伫1000万美金，换外币时间也伫早起10点了后才好到入场。另外，央行除了查对冲基金、投资机构，也经由外资银行了解外资买股内容，要是不是甲真侪借款担保品的美金伫股市趁钱了解了后，就把美金斗阵卖出去趁钱。专家认为，下半年台湾出口表现慢落，有可能抑制出口商换外币，渴望降低新台票升值的压力。不过，市场也关心，这波汇率升值是不是影响到台积电的利润？台积电因为大部分的客户都在国外，所以他们大部分是收美元，再加上台积电它的很多设备啊、材料、特用化学品也是从国外进口，所以它其实也需要拿美元来支付。对台积电来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调整。30个金融市场，毋那新台票贬值，台股尾盘也是盘落的情形，收伫22256点，落324点。记者综合报道。这月初9是美国总统 Trump 暂时先卖扣对顶关税90天的最后一日。根据到美国媒体对 Trump 的专访，伊讲这7月初9呢，就是关税谈判最后期限。若准无达成协议的国家，这几天就会收到关税税率通知。另外，也风声讲，这美国含台湾、印尼特别讲好势啊，那越南、韩国的协商要进展。伫福斯新闻上新的专访中，川普予全世界等待甲美国关税谈判的国家一个肯定的答案，迄就是7月初9的期限，就是最后的期限。We'll look at how a country treats us. Are they good? Are they not so good? Some countries we don't care. We'll just send a high number out. But we're going to be sending letters out starting pretty soon,
No, we don't have to admit. We understand. We have all the numbers. 伊讲遐还未加美國達成協議嘅國家，美國會喺7月7號進前寄出訂發性關稅通知函。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send and we're going to say, congratulations, we're allowing you to shop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You're going to pay a 25% tariff, or a 35%, or a 50%, or 10%. 川普講，美國手內有200個國家愛談，無可能是一個完成。不過頂禮拜，商務部長魯特尼克則都講，2禮拜內會甲10個主要貿易夥伴來做出協議，這內底敢有包含台灣的。川普甲伊嘅經濟團隊攏無講這個詳細情形，敢若講印度可能佇中國了後甲美國來簽協議。另外，根據皮婆引用知情人士嘅報道，包含台灣甲越南在內國家已經接近甲美國達成協議，印尼甲南韓嘅談判也有進展。公視新聞王如梅編譯。總統賴清德將進行團結國家第3場演講，講到1946年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伊講，迄個時陣台灣無派人參加，國民黨就批評講，這總統無了解歷史的事實。那民眾黨也批評賴總統對憲法理解錯誤。不過總統府是回應講，賴總統的意思是，迄當時制定憲法代表的這個人呢，是並無經過台灣人民的普選。總統賴清德團結國家實講，自9號第3講講到1946年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強調迄時陣台灣無派人參加這憲，引起產業反彈。國民黨批評賴總統罔顧歷史事實，強調當年有18來自各行各業代表參加這憲。民進黨主席黃國昌指揮，賴總統對憲法有錯誤理解，甚至連綠營非常多的人士，他們沒有辦法相信。我們的總統怎麼會錯到這樣子啊的程度？當一個總統可以沒有憲法知識，但是你要有憲法常識。如果你連憲法常識都沒有，你起碼要學會用 Google 搜索吧。羅鐵雄批評賴總統習慣是一部電視鬥爭為大把變做工，不過立會環境，不管是55憲草甲這憲大會，台灣代表敢若是被指定被代表，不是台灣是坐邊機。看圖都批評阿北是一頭起尾曲解賴總統的意思。那是經過陳儀欽點的台灣代表，台灣是被代表，而不是真正能夠代表台灣的實質參與跟實質的民意。針對賴總統第3講講到，唔是表決多數都贏嘅講法，我需要回應民主運行基本關鍵是多數尊重少數服從多數。不過第這屆立法院所看無。這一屆立法院只看到多數行使的暴力表決，在每一次的表決之前，該討論沒有討論。委員會中心主義被踐踏。面對專業批評，總統府回應賴總統原意是指，當年這憲代表無經過台灣人民普選產生。台灣雖然有感謝選舉產生的這憲國民大會代表，不過對憲法內容的決定無實際參加，一直到前後7擺修憲，台灣人民才應加入修憲的主體。記者綜合報道。今年2月，這新光三越台中店發生美食嘅起爆事件，而且去年底也發生大型倉庫大火燒，造成真濟人傷亡。係因為這個場所若準備搶救是真無簡單。台中市消防局今仔日就佇咧一大美食街賣場舉行起爆消防演練，也出動科技救災、傳熱機、空氣機、救災機器人等設備，要來提升消防同仁佇咧救災現場嘅安全。这个消防機器人，那這個消防機器人全台中市大概有3架，這3部呢，我們是在大型的空間或像我們這種大型的賣場，那針對這種大型空間的時候，它的火災量比較高，那我們這種大水量的一個無人機器人它可以避免我們人員深入到火場的縱深當中呢，會造成我們同仁的一個危害。那尤其像鐵皮工廠這種人員不容易進去，但是它又有高的一個風險情況底下，可以保護我們同仁的一個安全。這是台中市消防局佇咧台中軟體園區這地下2樓的美食街做消防演練，這警報聲現場演練袂出是真的同款。也那呢，這因為是現場無人濟時陣發生加速爆炸，造成火災、含人員傷亡等等多重的這款災情，並對真濟傷病患要安全來應變啟動分流處理能力。消防人員面對複雜的災難現場，也閣測試新型的救災設備效能，要來提升賣場內面的救災能力。
针对着500人以上的避难所呢，中央有新制度，对7月1日开始，会把这出入口的通道、照明设备，或者是敢有积水等等这问题，正式列入去公安检查项目。警管处表示讲，稽查了后会限期改善，若准无要改善，上悬会当罚到30万。壁顶搭着避难所的指示牌，要甲大家讲，若拄着紧急状况，要走去倒规避。不过，若是亲像安尼，避难空间甲逃生的出入通道拢互囤物件，甚至规个避难所已经互改做餐酒馆伫营业。万一若是真正爱用到，要叫民众如何是好？行政院最近针对全国18000多个防空避难所进行全面盘点，而且对7月1日起有新的制度，将避难所的照明设备、出入口通道等等的问题，拢纳入公安检查项目。新制上路以后，那这一块就是有增加防空避难室，它必须要列入那个公安申报。那公安申报的部分就是在于避难层出入口，它必须要是畅通的，然后防空避难室不得有积水，还有就是它要有基本的一个照明设备。监管处表示，目前伫高雄避难所上侪违规也是囤物件，即摆新制上路，将避难所应该爱有的设备甲空间拢列入存在项目。监管处针对不同类型的建物，会分别有1年、2年、4年的固定巡检。另外，伫警察局当年也会去各分局抽查，针对建物的使用质照、面积等等做审核，若有需要，卖会动相关机关实地勘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检查权责，依据建筑法第77条规定。系属建管机关公务局权责，会基于市政一体原则，如有需要，警察局协助，本局仍会会同办理检查作为。受到国际情势影响，中央认为要强化避难所制度甲灾害应变，袂使临时临调才发现物件未堪利用。对此，监管处表示，除了定期稽查，民众若是发现避难所有违规状况，也会当开1999通报，因会随派人去了解。记者柯家朱超用高雄场报道。动保团体公布伫伫咧拍卖市场的调查影片，指控运输过程拍卖时阵，拢有虐待行为，甚至有涉案的记录。动保团体也去到农业部抗议，呼吁废除这年残忍的活体拍卖制度，推动鸦片的交易现代化。今年台湾受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认证，已经不是3种传统抵制疫情国家。不过，台湾的鸦片市场有关是活体拍卖制度。有民团指出，这猪仔要抬进前在拍卖的时受到残忍的虐待，这嘛违反动保法。民团嘛公布2024年至2025年的调查影片。每只猪都遭火花事件的电击棒电击，在成为人们的食物前，要经历惨无人道的暴力折磨。兵团指出，今年大约有600万只猪要送到拍卖市场，唔但对南部运到北部的过程，特别是对高速公路摔落来，造成运输风险，嘛增加碳排放。这兵团出面呼吁农业部要积极提出转型政策，重视经济动物的对待方式。从半夜屠宰到凌晨送到肉摊，卖到中午12点，这件事情可以不用有冰柜哦。我们是这样子在卖肉的，其实我们让整个台湾人民冒着一个很严重的食品安全的风险。根据联合国资料，全球有8到10% 的碳排就是来自于这种生产跟运输。如果连这样一个落后、残酷又高碳的制度都不敢淘汰，那我们要怎么样说服人民要相信这个永续政策可以实现呢？兵团呼吁农业部赶紧对着国际现代化多体偏激的交易制度卡步，互猪仔通对低调就近送到附近的屠宰场，避免长途运输，安尼嘛通减少碳排放，也会使降低食安抑个防疫的风险。兵团嘛甲定情书交予农业部。这个我们大家的陈情我们都有听到了，我们会带回去处理，然后审慎来研议，我们会妥善给个回应。针对民团提出的意见甲呼吁，农业部并无加做说明，敢若表示会早登去部会内底研究。另外，民团嘛呼吁民众加入联署，共同支持废除活体拍卖制度，推动鸦片交易的现代化。记者卢尚柱、郑春友台北报道。代替世界工会拜一伫咧台北车头抗议，认为新上任的董事长宣布，伫年底之前完成夜间补贴，对120块调整到160块。虽然有调整，不过干那40块根本就无够，含高铁480块是差别4倍。这工会是希望讲代替呢，会当把这夜间津贴提升到400块以上。
甲车贴交互台铁，希望新就任的董事长陈公远会当出面向员工对话。顶日啦，台铁董事长伫咧立法院表示，会伫年底进前调整台铁夜间津贴，对每班120块提悬到160块。不过，这款调整互员工感觉无法度接受，因为高铁夜间津贴就480块，差伤济。高铁跟4大捷运业的这个公司的夜班津贴都是这个450元以上，甚至到600块都有。所以这个郑董事长提出来要从120元一班提升到160元一班的这个方向，其实是远远低于行情的。台铁产业工会也指出，台铁基层员工即马平均的薪水干那36000块，和中华邮政港务公司这挂国营事业比起来，差要1万块。物价愈来愈贵，税厝则是开销拢真大，生活拍袂过。因也诉求台铁最近票价有起价，员工的薪水嘛应该爱起才对。我1个月必须要省吃俭用才能够存得下钱，对啊，那这不包含如果将来还有小孩子的部分，那就更不用讲了。然后我目前是都不敢买车。台铁表示，针对薪水的问题，已经有和台铁的企业工会达成初步的共识。不过，产业工会提起，其实台铁是有2个工会，呼吁台铁除了和企业工会沟通以外，也应该爱和产业工会对话。产业工会认为，公司两边的声音拢应该爱听，唔通干那找一边讲，就对外讲有共识。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冰桶小琉球这几年，这游客是愈来愈多，不过问题也出现啦。就游客指控讲，因2000的开35000包船出海，业者雪界上搁再接别人的单，想要甲2团合作伙，甚至出现这救生教练人数不足的情形。本地是3点钟的行程，用1.5点钟就甲走好煞，业者和游客是超袂平，最后是退3000块，经济才来结束。教练拍拼白 SUP 上班，煞拢无叮当。冰冻小琉球离市区离海风差，有台北旅行团开35000块包船3点钟出海，其中2个人被 SUP 刷互海流愈传愈远。教练已经出去快1个小时还不回来啊，他们还在远方啊。业者一直打电话来要求要订单这件事情，因为要重复接单，我们一直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船长也忘记要收钱，我们也忘记要给钱这件事。林小姐指控，船顶20人只配1个教练，造成团员也爱落水救人，而且就船进前，业者也因为着好接单，要想要互因甲其他的散客并团。漂走的人救回来了后，教练因为无想要去救，要求团员卖落水，造成行程1点半钟的结束。他们逃避付所有的尾款，我后来就说那我就报案。当天水龙卷起来，还要坚持下水玩，我们团长才跟他们说出事情他怎么救，他就不救了啊。因为迄当时海边甚至已经出现水咖雷，游艇这个人赶紧回港，因为业者反抗时，这个团临时改期，才会甲其他的团体共绑。林小姐是反驳测意，就通知改期，双方个人讲个人的，最后以业者拍这3000了解这项争议。不过游客认为退费也都不合理。天气因素应该可以考量，但是如果只退3000，应该是要用行程的比例去退。小琉球最近几年游客一直增加，特别是休热期间，水上活动受游客假期也安尼衍生部分消费争议，也是安全顾虑。宾馆处也提醒业者一定要遵循相关安全规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新竹市18尖山对日本时代开始有24尊用石头刻的神明，最近有一尊要到100年历史、100公斤重的石观音煞来碰见去啊！当地机关指出讲，因为这神尊也被甲因定了做一份化资产，所以无负责的单位，要求市政府爱重视。那市政府表示讲，会先派警方加强巡逻。18尖山是袂少新竹市民加入运动的好所在，伫遐有保存对日本时代敬奉的33尊石头佛像，尾仔因为开发造成部分无去，剩24尊。想袂到最近却有人发现讲，其中一尊观音妈竟然也无去啊！民众也曾经向市府通报，得到的回应是未登录文化资产，也没有相关单位直接负责。新竹市文化局在对这些石观音呢进行补登录文化资产的程序，也要建立一套机制、巡查的机制，以及后续的管理维护的责任。是有感情的，只不过他的文资升温也许不像那个新竹州土今年100年，那他因为没有升温地位，所以好像就因为这样子不被重视，所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因为被偷。我们就让市民朋友一起来，
来论述，知道这个18剑山的这些宫，它的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新北市文化局指出，目前已经要求18尖山管理单位加强巡逻，另外后续也会照文资法找文资委员去现场会勘，厘清石头观音的文化价值。后续呢，也会依照文资法的相关规定，经过相关程序确认他们是否能够指定为我们新竹市的一般古物。那也呼吁市民呢，能够共同来守护珍贵的历史记忆。议员认为，无论石头观音未来敢有认定出文化价值，相关单位拢应该爱加强管理，嘛呼吁市民做伙来守护珍贵的历史记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南市政府最近伫一寡新的中卫区内面用姊妹市来号这车路的名，不过民众认为讲这名读起来真歹听，也有人认为讲无够在地化。市政府是解说讲是要来凸显台南市国际优先城市，也希望会当有关国际能见度。台南南区中卫区内唯一道路未来的号名叫做清心路，也就是用台南市的姐妹市日本清心市做名字。虽然名牌还未正式挂起哩，不过已经引起地方民众的讨论。登录吼，一个谐音啦吼，我讲吼，你要就本地的这个风俗为准。地方上一开始呢，就有跟他讲说，谐音也好，或者会造成一些误解也好，所以经常跟我们市府在做一个反应啊。但是整个反应的声音，好像是我没有听到嘞。当然，我们支持，事实上我们真的支持人民，然后希望能够跟地方上结合起来啦。南区除了清心路以外，也有丰正路。当地里长认为推广外交真好，不过宣传无够，民众唔知影在地关联性。外归人区也有西区、文立街、富良野街等外国路名。亲身，我感觉足歹听，谐音足歹听，我感觉风情，事实也无啥谐音啦。地方的名要好了解。我想这就代表着我们城市之间的友谊了哈，也希望因为将这些路名哈变为国际化，所以在国际上让大家看到世界的台南。台南市民政局强调，新开的路用有机都市做号名，主要显示台南市国际优先的都市，也希望能提高国际能见度。路名的由来的部分，除了地方推荐之外呢，那我们政策性的考量的部分，我们还是会以国际友好城市的名称来当做路名的部分。但是对于地方的意见部分，我们会尽量予以沟通。新路名选在中卫区内底，也因为大部分无民众设置一车，减少无方便。地方上声音，市府的细心来听，做以后道路号名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市的福兴公园甲万年公园最近有民众发现讲，这公园内面的鸭鹅数量是愈来愈多，环境变甲真垃圾，甚至有人会来饲这鸭甲鹅。这县政府就决定讲，这月初十，若阵这拢是无人下，就要开始管制数量啊。一外过的日热欢迎，有的是伫水池边咧散步，水池边的草地全拢是鸭鹅，真有自然生态风景的感觉。不过最近就有民众通报，讲屏东市的福兴公园甲万年公园，因为有人固定咧饲鸭鹅，甲各类菜叶乌白等伫涂骹，鸭鹅的数量伤济，拢四界放屎，互公园的环境愈来愈垃圾，影响到其他民众使用的权利。但是我毋捌看过因掠等于落啦。就拢逐工就拢有人来饲你敢有感觉安尼愈来愈济安尼？对啊，本来就愈来愈济啊。关键是盖好啦，毋过你要叫这自然生态，对不对？你也饲到这几只咧吼。民众看法无相同，福兴公园甲万年公园大约是伫3年前重新启用，当时为着要互公园成做一个生态循环，才放养一寡野生鸭鹅。这几年，煞有民众开始放凊饭、菜叶啊，互鸭鹅食，甚至是厝内无位通好饲，就甲动物放伫公园饲，造成公园的鸭鹅一直生碳，落尾数量无法度控制。统计起来应该是150到160只之间呐。那原本的话，就我们在从其他单位接手过来的时候，应该是至少不到100，甚至可能低于50只。所以目前乍听之下，应该是多了2到3倍。呼吁各位县民朋友共同来维护我们好的公园品质不要以身试法。县府公务处表示，这个鸭、土鹅有超过一半是民众放生的，这几年开始影响到公园的环境。县府20日伫公园内电火条已经打出公告，
若是有人放养，就赶紧抓转去。7月初10以后，就会开始抓来减量。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台湾文学作家陈雷，伊伫咧加拿大时间6月27日逝，食到86岁。伊虽然长期伫咧国外，不过伊真够用乡里的故事、民间歌坛来批判政治社会，嘛用平埔族的观点来重新建构台湾史观的文学题材。陈雷也捌参与发起杂志《台湾通信》，栽培真侪台语文作家，对台语文运动有真大贡献。为文学技术来讲，第一需要母语文学。才会当真写了真水快。第二，咱爱有台湾文化、台湾语言的主体性伫真内面。第三，你写的都是台湾人的人情世故。台湾作家陈雷认为，台湾文学的理想条件要有这3项，这是伊伫2023年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发表的看法。陈雷自1980年代就开始台湾创作，伊写的《永远的故乡》《乡树宝记》等等，嘛拢是台语文学史、台语小说重要的经典。最近发起台语文教育基金会特别颁发终身贡献奖予陈雷，感谢伊一生为台语文学的打拼。陈雷伫加拿大时间6月27日过身，食到86岁。伊会使讲，就是咱台湾近代史的一个缩影啦。当然，伊嘛是会去探讨着台湾人伊的核心的价值、伊的文化的价值观，免啊建立家己一个文化的一个主体性。陈雷的本名是吴景如，祖籍是台南麻豆。伊自1973年伫加拿大开业做医生，虽然长期伫外国，不过伊特别教用乡里故事、民间奇闻结合政治和社会事件来批判政府，嘛实践以平埔族观点来重新建构台湾史观的文学题材。为着要推广台语，1991年，陈雷嘛参与共同发起台湾通信，栽培真侪重要的台语文作家，刊物嘛对台语文运动有真大贡献。伊即个刊物伫咧即个加州美国加州来 LA 来创刊，所以第2档就是感觉讲需要伫咧台湾来推动是搁较要紧，所以就甲咱这边前卫出版社搁落尾有即个几个友集，就是做即个台湾通信、台湾总联络处的工课。陈雷一生投入台湾创作要40年，嘛累积侪作品。编团表示，为着要纪念陈雷这位重要的台湾文学作家，打算要伫今年11月举办陈雷台湾文学展，也有对书会。记者卢정주、郑准佑台北报道。台南市社会局表示讲，即马中照人员拢30多岁，较少年，需要照顾时代，大部分是拢讲台语，所以因举办这中照的台语训练课程，希望会当提升服务品质。时代在做金马来甲手尾来测验，佮加考一寡数要测验第2记忆能力，这是要申请社会局长照补助甲服务的必要程序。会由照顾管理专员实际基础来评估时代身体状况、参家庭照顾等，综合判断要用什么项目的长照服务。过程中，照专人员用台语来沟通，不过要像这个少年人讲甲遮断定，实在无几个。时代认为用母语做评估，加甲听有。你又每晚来拢系拢开讲来。服务介好啊！大部分讲的嘛是拢台语，有拄过讲你若是去讲国语的，伊就无爱接受你的评估啊。所以阮尽量啦，拢是用台语来甲因讲话安尼。社会局讲，因即摆服务的对象8、9成拢是讲台语的时代，长照照专就是第一线评估的重要角色。即阵咧做这平均年龄伫30至35，普遍较少年。实务上常常拄着咧讲专业词拢会较顿定，社会局惊影响评估的准确度。为着强化因的台语能力，邀请台语老师来办精灵课程，来提升长照专业的素养，嘛通有竞参时代距离。一般的生活台语，伊是还佫会使，我较专业的，就是要问讲，你即马生活上有啥物困难无？有啥物欠点无？即个忧郁症、躁郁症，佫有你是毋是会梦想？是毋是有幻觉？这个物件其实若讲，这个少年家因的台语比较表达能力较歹。基本台语的听说的能力，不仅能够提升服务的亲切感以及沟通的效率，也是尊重在地文化与长辈的一个权利。社会局头摆办台语训练课程，160个人员分配来受训。社会局讲，这是真好鼓励教专人员开喙讲母语的方式，嘛甲失去的台语词搁捡倒转来讲，伊嘛按算效果袂歹，后续会继续举办。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
写毛笔字的时阵呢，咱的手目睭是爱协调，而且佫需要真专心，是真好的训练。家机关的台语家庭着和民间基金会合作办这台语写大字的课程，真趣味，咱做回来看。讲这一个人如果很有趣味，咱讲这人做新鲜。咱等下要写的是，唔是宣纸哦，是零啊布。教大字的老师伫乌帮来示范字的写法。为了要增加台语的学习，家己关台语家庭的培育计划，就伫社区开办的艺术课程，请老师用台语文来上课，教大家来写台文字的大字。透过这个写大字的过程你会当熟悉足济用文言来读的迄款台语安尼你咱对台语的了解才会全面。唐诗三百首，写宋词当然，迄已经。足侪人写的，伊而且毋是毋好，只是讲有当伊离咱相远啊。咱写台语的台语文，伊毋若干那文字尔，伊佫有一种甲咱做人做事的道理伫内底。中正大学台文所就表示，台语是一种知识的体系，伫学习的过程当中，除了思虑的人脉甲口语的表达，嘛应该爱有人文的素养。透过艺术课程甲台语的结合，互台语有更较侪学习内容。大家来研究咱。台语的文化，互咱台语较普遍，更较迄种平常化呢。希望会当学一寡台语的字啊、话啊。中部客城文化艺术基金会表示，配合台语家庭的计划，还有油菜、水墨的台语课程，希望会当伫艺术文化的推广当中，增加台语多元的运用甲学习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伫咧美国的爱达荷州的坎菲尼德山发生火灾，消防队员要拍火时阵，双方开枪攻击，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警方认为讲这是一站放火埋伏攻击事件，就派真侪人要去抓这嫌犯。事后呢，也发现到一个嫌犯，真有可能就是一个查甫人尸体。爱达荷州库德莱郡的坎菲尼德山的东边，伫当地时间2号发生树林火灾，庆出高烟。消防人员接到通报，赶到现场，刷正做庆祝的受害者。现场传出庆声，造成2位消防人员不幸过往，还有1个人受伤。We got the first call at 1:21, and we have reports that they were taking shots at about 2 o'clock. It appears that modern-day sporting rifles are being used. It appears that high-powered rifles are being used. No, we're taking rapid fire. 一开始无法度确定庆祝有几个人，联邦调查局甲附近县市300多位执法人员马上赶到现场追捕，派出热感应直升机来敲锤，并且对民众发出就地避难的警报。到暗时7点半，警方透过手机信号追踪，发现一位有武器的男性遗体。对庆祝射出去的矢甲武器的类型判断，伊就是唯一的枪手，危机结束。目前凶手甲被害者身份也未公布。警长陆瑞书表示，枪手好亲像是哪走哪开枪，可能伫无共所在拢有藏武器。按算伫山顶真侪所在会当找到证据，因那现场的火势继续拖。因为追捕枪手的行动一时停止救火的部署。20英亩的农地拢烧烧去，30开始已经恢复全面救灾。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受到极端气候影响，世界各地头的天气拢是愈来愈热。这几天呢，伫咧欧洲，亲像法国的南部，温度就超过40度，有的所在是热甲冻袂调，也有所在当咧做大水。亲像这中国的贵州，就因为这热大雨做大水，灾情真严重，雨也落到四川，当地民众是赶紧撤离。对悬的所在看落去，四季拢淹水，本来停车的地下室也变做大型的游泳池。贵州阳江县伫最近做大水，一礼拜内2遍大水，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官方发全城的警报，叫住伫咧7大洪区的居民刷去较悬的所在避。大水消退了，民众的厝内拢乱糟糟，等到天气较好，大家赶紧清理。不过，本来伫咧贵州附近的大雨区域开始转向四川。中国官方29号发三防灾害顶级相关的红色气象预报，即马已经有要甲3万的居民提早转去较安全的所在避难。
这场大雨也影响到附近的重庆市加云南省，各地拢严加戒备。中国真侪所在做大水的时阵，极端气候也影响全世界。在澳洲天气热加挡袂调，北国南部已经超过40度。Avant de sortir, je douche ma chienne, je me douche. Et puis, ma foi, je rampe, je marche à 4 pattes. J'en peux plus de cette chaleur. 希腊的首都雅典因为天气有够热，官方开放7个有开空调的社区中心，给民众来遮纳凉。真侪人来遮开讲行期消磨时间，因过专工来耍的游客也是来照行程行。We are all from Pennsylvania, and we've never really experienced a heat wave like this before, so we're all very hot, and all of our skin is very sensitive. 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国家天气拢正热，民众是热加挡袂调，有人食冰消凉，天气打扫也增加发生野火风险。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5度。平阳、金门、马祖对27度到35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